针对花莲国防乡的灾情，国民党的立委傅崑萁头月初是讲爱国赔，但最后可能是县政府来承担。但是到目前为止呢，无消无息。即马，议长因囝出面筹备受灾户自救会，发出联署书，要求灾民意见统合作为申请国赔的第一步。伊讲爱联署，才是证据交予议会甲县府来对抗。蔡老的黄土水的唱表秀、桥灯、录音加行业毁掉。帮山后一楼系江河乡路长长，受灾户决定团结，就因满腹的口水拢总讲出来。地方跟那个中央都责任推来推去，那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，我们可能就用以国赔法的概念去做中继屋的问题、永久屋的问题，然后还有产业这边的农民产业怎么生活。都要去面对问题。那目前政府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措施，我们要用法律途径。受灾户自救会成立，小美前是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的后生。头一步向中央甲地方政府发出联署书，未来要争取国赔。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个责任啊，也透过自救会，我们就一步一步来为民众来争取。来厘清这些责任。其实早在10月初3，国民党立委傅崑萁就发出着国赔的诉求，严格后来拢无消无息。即马听罢免的议长张俊替受灾户出面统调，双方门市斗尾巴。大家都是为光复乡的民众来争取这个权益哦。我想这一部分大家一起来努力。帮山湖对感情已经脱离，敢有延迟通报，或者是无及时受报补发？是自然的灾害，也是人为的疏失。受灾户虽然烦恼国赔天数下了伤济时间，严过家己的权益也是爱争取到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